今日係2025年4月1號，多謝大家繼續寵愛張國榮。喺睇文華東方酒店之前呢，我哋過去星光大道睇睇張國榮嘅歌迷，亦都好多花牌紀念張國榮嘅，我哋去片睇睇。星光大道呢邊嘅歌迷都係一樣寵愛張國榮嘅，咁我哋事不宜遲，一齊去片睇睇文華酒店嗰邊。而家係2025年4月1號，大約6點鐘左右度啦，已經好多人開始收工，過嚟文華酒店悼念張國榮。人越嚟越多，花牌越嚟越多，咁已經開始要排隊啦。已經有工作人員安排單向行。由龍頭到龍尾大約都有50米啊！排隊之中亦都見到張國榮嘅歌迷，亦都攞住一束束嘅鮮花過嚟文華酒店懷念張國榮。
呢個時間嚟嘅朋友已經係受到交通管制啦，咁有工作人員呢就知道你向前行就不能夠逆流，咁你拍攝嘅時間都可能受阻噶啦。不過嚟得嘅朋友都係一心一意悼念張國榮嘅，咁無論你喺文華酒店啦、星光大道啦、遠至加拿大嘅多倫多啦、英國嘅列斯大學啦，咁啊都大家出份心，繼續寵愛張國榮。而我呢，就早2日去咗寶福山啦。今年2025繼續寵愛張國榮，就呢度報道完畢啦。我哋下年再見啦，再會，拜拜。